個高爾夫球手嘅例子，有位球手技術唔夠好，佢心入面一直想像個波會跌進沙坑，於是不自覺做出配合呢個念頭嘅動作。就算佢本身唔想個波入沙坑，但潛意識依然好靈活咁完成咗整套動作。由呢個同其他例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：如果個心專注喺一件已經發生、實現咗嘅事上面，潛意識就會推動事情變成真實。自發嘅自我暗示係咁樣，刻意引導嘅自我暗示都一樣。由此可以知道，如果長期諗住快樂就會快樂，諗住健康就會健康，諗住善良就會善良。不論你不停諗緊乜，只要唔係違反常理，都有機會逐步變成現實。簡單直接嘅自我暗示方法：醫頭痛有對應辦法，改善記憶有方法，改掉壞習慣都有方法。但如果每一個問題都要有一套專門做法，每日清醒嘅時間大部分都要擺喺自我暗示度。幸好南勢學派研究出一套更加簡化嘅通用口訣，俾個心一個信念，相信自己心心同品格每日都持續進步。法文原版句子：Tous les jours à tous points de vue, je vais de mieux en mieux。傅埃最認可嘅英文版本：Day by day, in every way, I'm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。翻譯：一日一日喺各方面我都越來越好，越來越進步。呢句說話淺白易講，連細路都聽得明，仲有自然嘅節奏，可以安撫情緒，更容易觸發潛意識。除咗簡單方便之外，呢句通用口訣另有好處。潛意識掌管我哋身體同心理機能，比有意識嘅自己更加清楚邊啲弱點最需要改善。口訣啟動自我修復嘅力量，交由潛意識自行決定優先調理邊個部分。開始練習自我暗示，揾一條繩打20個結。用呢個方法計次數就唔需要用太多心力，好似天主教徒用念珠祈禱一樣。數字20唔係有特別魔力，只係一個合適嘅次數。第二篇，